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他们也都知道台独是一个假议题，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原因很简单，这是有历史上为证的。陈水扁刚刚上来的时候，他被指责说他不敢宣布台独，陈水扁自己就很生气的说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然后他就指责李登辉，他说你还不是一样做不到，你当了那么久你也做不到啊，那我也做不到啊。这个就是第一次让台湾赤裸裸的看见这些满嘴主张台独人他们是做不到。等到蔡英文他们第二次执政的时候，完全执政哦，掌控了几乎所有的机构，不管是立法部门，不管是行政部门，全部都被他掌控了以后，他还是做不到啊。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说他什么都敢做，例如说他把国民党的财产没收了，他把妇联会的财产把它冻结了，然后把这些退休的军公教人员的薪水他们的退休的这些给付把它紧缩了，他都不在乎，他什么都敢做，然后甚至把电视台中天电视台都关掉了，他什么都敢做的情形下，他唯一不敢做的是什么？就是宣布台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敢做，也不能做，但是他敢说。现在的情况是，当邱毅人直接说台湾做不到台独，民进党也做不到，因为美国不让做。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就道出了民进党他们之所以不能做、不敢做，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靠山美国不让做。如果民进党自己本身美国让做了，或者是日本也让他做了，然后他是不是真的敢就这样做呢？民进党很清楚知道，他做的时候，那事情就严重了，两岸之间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他自己也不敢做，除非美国跟日本愿意介入台海之间的这些大的冲突。但是问题就在于，民进党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在美国人、日本人的手中，如果一旦因为台独而产生了两岸之间的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到最后也不敢进来。到这里的情形下的时候，那台独什么都会输光光的。